国际消息来关心，阿拉伯联合大公国2宣布，5月7日要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强调退出了后会提高石油的产量来应应全球的能源需求。不过，有分析师认为讲，这有可能是引发石油国家之间伫咧拼计数，降低 OPEC 对全球油价的控制力。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4月28接见来访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副总理，随后阿联就宣布考虑长期的能源战略甲经济规划，要对5月7日开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还有产油国联盟 OPEC Plus。身为 OPEC 第3大产油国，阿联退出就代表因未阁受到产量限制，未来就当增加出口，进一步扩大全世界市场。有分析指出，这可能会震动到 OPEC 长期以来透过产量控制油价根本。这油价一旦下降，对包括美国在内原油消费大国会是真有利。A clear winner for me would be the oil consuming nations such as the US, for example, or the OECD. One could think that as the UAE leaves OPEC, they will try to ramp up production. They have 1.5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of spare capacity, and that means that they will probably rush to increase production. 阿联退出两大石油输出组织，外界认为是对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有利。罗西亚有专家甚至认为这是美国甲阿联私底下讲好的。阿联退出石油输出组织，增加产量，要换美国的经济援助。油价降低对川普政府是好处，不过若对同款是靠原油出口的罗西亚来讲是相对不利。Давление на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ю Трампа, оно снизится. Но,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это придет к 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цены будут низкие, то объем добычи в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он тоже снизится. То есть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как бы потребители в США выигрывают, а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и в США проиграют. 分析指出，阿联退出 OPEC 了后，一旦伊朗战争结束，荷姆斯开放，阿联有可能将每一天的产量救到300甚至是400万桶。这对沙特阿拉伯作为市场稳定者角色，会是一项挑战。这两国的关系伫咧这几年已经出现竞争的形势，双方伫咧石油政策、地缘政治、各外资人才方面拢有无同意见。事实上，阿联过去已经真侪届拢要退出 OPEC， 不过拢无实际行动。这届正式退出，外界认为这是因能源政策、地缘政治策略调整的重要信号。阿联是 OPEC 第3大产油国，敢若排伫咧沙特甲伊拉克后壁。自1967年加入以来，长期参与全球原油供应的讨论。这届退场可能会削弱 OPEC 伫咧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未来产油国的合作方式可能会产生大变化。公司新闻警员评编译。